2025年機遇灣區、機遇香港、機遇澳門採訪活動咧係由深圳出發嘅。咁喺今日一日嘅採訪入邊咧，我有兩個好深嘅感受啦。一個係我覺得咧，大灣區嘅信心咧係越嚟越足㗎。咁深圳咧有好多嘅企業同我講話，喺呢個貿易戰嘅環境下咧，佢哋有挑戰啦，但係更加有機遇啊。譬如話深圳一家做芯片嘅企業啦，就認為中國人喺半導體呢個競爭中咧要有底氣啊，因為進口嘅芯片少咗咧，國產嘅芯片咧其實就有更多嘅機會啊嘛，亦都會倒逼我哋技術升級、優化呢個市場嘅配置咯。而喺深圳呢個機器人谷啊，好有元氣、好 cute 嘅機器人咧，同我握手跳舞，呢啲非常之有未來感嘅場景咧，都係令人個心好激動、充滿希望嘅。機器人谷咧位於深圳南山區流仙大道沿線，係一片大概7公里長嘅谷地嚟㗎。喺呢度咧有科研機構啦，同埋有出名嘅高校，仲有出名嘅機器人公司，形成咗產學研一體化嘅特色㗎。咁譬如優碧選啊、雲京智能啊等等明星嘅企業啦，就係入主咗喺呢度㗎。佢哋做出嚟嘅機器人啦，就係第一批嘅谷物啦。呢片區域咧之所以被賦予呢個好科幻嘅新名啦，係因為佢依託住獨特嘅創新生態啦，孕育咗一批又一批嘅科技新星啊，帶住呢個中國嘅智慧咧，喺國際嘅競爭中咧表現非常之出色啊！第二個方面咧，我覺得係大灣區嘅民心咧係越嚟越近㗎。喺同港澳記者傾偈嗰陣咧，我發現我哋對彼此嘅城市咧都係相當之熟悉㗎，可以脫口而出喺對方城市成日去嘅景點啊，成日中意食嘅美食啊等等。譬如話咧，我澳門嘅記者就話好中意深圳嘅萬象天地啦，咁香港嘅記者就話成日上深圳嚟食椰子雞㗎。咁澳門嘅記者仲話咧，以前嚟深圳啦要3粒鐘啊，依家淨係要1個幾鐘，實在係太方便啦。的確咧，大灣區交通嘅便利咧，令到粵港澳3地嘅來往咧係越嚟越頻密㗎。咁呢個眼見為實咧，好自然咁粉碎咗以往嘅好多嘅偏見啦。各地嘅良性競爭啦、良好嘅活動啦，都係進一步咁吸引住全球更多嘅人才嚟到呢度發展嘅，樹立咗咧區域協同發展嘅典範嘅。